大家好，歡迎嚟到我網台。今日咧呢篇嘅目的咧係想俾嗰啲咧苦主知道咧五大機構係乜嘢同埋個作用嚇。記住只供參考嚇，對你哋咧知多啲係好啲。我目的係令你哋知多啲係好啲。開始。首先第一個小額錢債審裁處啊，地點喺長沙灣通州街嗰頭噶，咁跟住咧就電話都有埋嘅呢度啊，參考下。咁咧小額錢債申索咧是指涉及款額75000樓下嘅申索，本審裁處主要處理以下幾項申訴嘅，聽住啦。債務、服務費、財物損毀、已售貨物、消費者提出嘅申索，留意已售貨物啊，貨物，舉例孔雀開屏。好，到第二，逃稅即係稅務局。稅務局發言人提醒市民，逃稅是刑事罪行，一經以稅務條例定罪咧，每項控罪最高刑罰為入獄3年和罰款5萬蚊。另外加，咁樣點加呢？相等於小徵收稅款額嘅3倍嘅罰款嘅。逃稅人亦可能根據普通法被控以行騙公共收入嘅罪名。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啊，該罪名最高刑罰為入獄7年和沒定限嘅罰款。話沒定限罰款啊！留意7年。跟住第三就係海關。一睇就睇最重點開始，任何人在營商過程中供應或要約供應嘅，管有作售賣或任何商業用途或製造任何以應用原產地虛假商品說明嘅貨品，即屬犯罪。明唔明啊？任何人如觸犯香港法例第362章商品說明條例啊，講緊嘅商品說明條例，留意啊嘅條文，一經公訴程序定罪啊，最高可罰款50萬及監禁5年。明白晒，最高監禁都有5年噶，5年啊！小插曲，頭先出咗個7，而家出咗個5， 7同5，好奇妙嘅數字，7同5。好，講翻成日聽到嘅商品說明條例係乜嘢呢？本條例旨在禁止關於在營商過程中提供嘅商品或該等貨品嘅供應商嘅虛假商品說明。咁又舉例啦，如果淘寶賣8蚊，但係賣停，因為今集集中喺呢個條例同埋五大機構嘅，繼續虛假具誤導性或不完整嘅資料啊，作虛假標記和錯誤陳述。留意呢虛假商品說明嗰個商品嘅說明，同埋呢個商品嘅錯誤陳述。各位啲信心係咪翻咗嚟啊？係啊，翻咗嚟啊。OK， 第4，廉政公署啊，即係 ICAC， 簡稱廉署。香港居民一般俗稱為老廉記，於1974年2月15日根據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成立嘅香港獨立調查機構嚟㗎。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前，中文名稱為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嘅。俾個掌聲我啦嚇，都可以訂閱噶啦，咁俾心機讀，有功又有勞。今集唔謙卑，請快啲訂閱，唔該晒你，唔該晒你。咁一睇睇結果就係睇罰款，受賄及行賄嘅人士同樣會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第4條嘅，最高會被罰款港幣50萬及監禁7年。7又係個7字，留意啦，受賄及行賄嘅人士同樣會觸犯，同樣一齊觸犯。咁呢點解成日聽到一句話一齊落鑊？咁放心，冇做過唔使驚噶。咁嘅我講少少我啦，自己啦，好快，我好怕 ICAC 噶。我一聽呢個字就好驚噶嚇，即係話我唔該收受咗一啲利益，導致我呢要刑事坐監啊！我自己好怕噶，好小心嘅。第5就警方，我哋用詐騙罪去睇睇。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第341條準詐欺罪，處5年或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OK， good。留意又有個5字，即係判監嗰陣時啊。到香港刑事案件有哪些罪行類型？傷人罪、盜竊罪、詐騙罪，通過欺騙手段啊獲取財物或利益，最長監禁14年。嗱，今次咧就14冇5冇7，咁啊十死中國人，即係話實死啦咁樣。去到呢度咧，請你暫停一下條片先，唞一唞，俾個 like 先，支持一下我哋啊嘛，多謝多謝。
另外互相支持一下嘅。好，繼續我都慢翻落嚟少少，咁就話跟住報咗警，好多人問下一步係點嘅呢？嚇，我就揾到一啲資料咧參考啦，網上嘅，咁就檢控官即檢察官，佢未必須係香港或其他行使普通法國家中嘅律師或者係大律師啊，犀利律師級別嘅。總數約有100多名到啊！檢控官有權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出席任何級別嘅法院進行檢控工作。佢哋嘅職責除咗出庭外，亦包括對各執法部門呈交嘅案件給予意見及指示，決定案件嘅證據是否有足夠作出檢控，考慮公眾嘅利益及作出檢控後決定案件交俾邊個級別嘅法院去審訊嘅。留意呢個呢係呈交嘅案件俾佢哋噶啦，俾咗佢哋呢，佢就要去審理有冇足夠嘅證據，證據好緊要啊！終於完成啦，咁啦大家睇到我出完聲明，第二樣可以為你哋做嘅，苦主為你哋做嘅就係搜集咗呢個成日聽嘅5大部門啊，等你哋呢長知識，多啲知識，快啲打贏呢場仗快啲打贏 OK 恭祝你哋呢凱旋而歸，攞翻自己個公道，攞翻自己啲錢最後你真係唔明啦，咁就跟文小姐個指示做就最簡單噶啦最後一句慢啲有意見話我講得好慢，咁冇辦法，因為感性嗰啲我想講慢啲俾我一句，我係台主，唔該俾心機打贏呢場仗咁就睇翻呢5大部門唔明嘅咪睇翻咯唔想睇嘅直接揾文小姐搞掂佢，祝你哋成功真正咁想關心你哋，想咧俾多啲資料你哋我做呢條片咧都好俾心機整噶，揾咗好多資料咁大家參考翻咁咧我好多人都好想幫咁尤其是嗰對咧話患病嗰個家庭嗰啲成員仲病緊希望你哋攞翻啲錢，快啲攞翻錢去醫病。OK 係咁多先咁就搞到我都有少少眼濕濕添，唔緊要我哋收起個情緒，繼續努力加油，因為人善人欺天不欺。